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汉字之声广播电台恒春啊艺术相机，由小弟恒春啊为恁主持服务。今仔日呢，咧做工课时，想到一个真好耍的正能说明，所以做出来来甲大家分享。阿母，那阮明仔载出世就有钱啊呢？是啊，明仔载你若出世，就会有钱咯。阿母，你哪会知影咧？迄哪会毋知？即几工的报纸就有报道，国民年金保险的被保险人会当摕到生育给付4万块。毋是啦，正经讲的是10万块。哼，10万块，噔噔噔，迄你也讲得出来啊？阿母，你较早毋是讲政府统一生育补助每胎10万块？即阵即阵时机无共咯，因为中央政府2026年的总预算案到今还搁伫咧立法院也未审查通过，所以只有4万块。啥物4万块？阿母，我毋啦。啊吼，若总预算案无通过，你啥物拢免讲啦。阿母，10万块，10万块，10万块啦！时间也将近尾声咯，咱后回空中再相会，再见，拜拜咯。